拉姆納拉揚拉姆，高等法院可以受理任何下級法院的案件，同樣精神正義可以用武力掌控任何政治運動。現今的政府和政治運動就像下級法院一樣，如果以正義之名行不義之事，那麼高等法院可以接手。我們的現狀就是如此，由於他們的干擾，我們正在受苦，因此必須用力量奪取權力，然後需要任命經過挑選的人，他們應該受到精神思想的引導，這樣自然而然地廣闊的思想和兄弟情誼就會產生，每個人都會受益。如今行政官員們正忙於發放出租車和公共汽車的許可證，這比偷竊更危險。扒手只是想養家糊口，並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的危害，但這些人正在對社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，他們必須被清除。首先，我們必須糾正現狀，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，那麼同情愛和關懷都會白白浪費。你需要呼籲人民的合作，應該只有一個政府，一個精神政府，它將指導一切。